各位同學，今日我哋會講下兩位數加法如何進位嘅。26加14，如果喺算處表示可以點做呢？咁首先我哋喺算處表示26個位有6粒，10位有2粒，然後呢加14個位加4粒，10位加1粒。咁你會發現個位而家呢有10粒嘅算珠喎，咁我哋逢滿10進1，咁即係點做呢？就將呢10粒嘅算珠變成1粒，然後放去10位。好啦，咁而家你呢會發現呢個位呢就變成0啦，而10位呢就有4粒算珠嘅，咁顯示嘅數字即係40。26加14等於40。如果我哋用直式計算，可以點做呢？26加14加條橫線，咁我哋有句口訣嘅，個位加個位，咁即係我哋將呢個位嘅數加起嚟啦。6加4等於10，進1寫0，10位加10位，咁即係將10位嘅數字加起嚟。2加1係3，咁唔好忘記呢，仲有個進位嘅1喎，再加1呢就係4。咁同樣我哋都可以揾到呢26加14等於40嘅。而進位呢個1呢，我哋唔需要拆咗佢，我哋保留翻，因為佢呢都屬於係計算嘅步驟嘅一部分嚟嘅。好啦，我哋再睇呢一題數啦，34加28。咁呢一個呢，我哋可以叫做橫式，而我哋呢係需要用直式去計算答案嘅。34加28，畫翻條橫線，根據口訣，個位加個位，將個位嘅數字加埋，4加8等於12，進1寫2，10位加10位。將10位嘅數字加起嚟，3加2係5，再加1係6，所以答案就係62啦。